今天你要嫁给我，皇上。你看这花瓶中，哪一朵花最漂亮？哎，这朵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花束讲究的是整体美，一枝独秀的花太抢眼，反而就不好看了。你小子是在嫌我强出头啊？哼！我家堂妹啊，与杨将军的小儿子杨延两情相悦，难舍难分。你说这百年难遇的纯真感情，实在是难得，所以还请皇上赐婚，成全了他。相信皇上最明白爱一个人的滋味吧。震动，不好受吧？这个无需你操心。如今这两个小朋友算是坠入了爱河，正所谓落花有情，流水有意，千万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江春水向东流啊！朕许了。这就许了？明日一早，朕就宣旨，君无戏言。那我先替杨延那小子跟张玲玲谢皇上了。朕只是希望，你临产前的日子，不要再东跑西跑的，待在兴圣宫，好好养胎。你这是禁足的节奏。人的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，要么亡一生，要么赶着去死。皇上没什么，你不是要把我禁足吗？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哪儿也不想去了。谁要把我放出去，我就跟谁急。皇上，我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刚干什么了？不会是抽风了吧？哎呀，宝贝儿，你过来帮我绣吧。娘娘，荷包这种东西本是男女之间的信物，奴婢是万万不敢帮您绣的。好宝贝儿，我保证不让任何人知道。娘娘，人家还没给男人绣过荷包呢，人家要把第一次绣的荷包留给将来的那个他。啊，行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绣好了。你绣的荷包还挺有特点的。那你品味还挺独特的。收拾，朕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哦，从这里望去，圣都城尽收眼底。你感觉如何？好是好，就是有点太冷了。这样感觉好些了吧？朕今天想和你说说姜氏的事情。没事说他做什么？你说你已经不是从前的张鹏鹏了，朕怕以前的事情你已记不得了。那时我陪成祖去张家游园，觉得姜氏更平易近人，更需要人关爱照顾，便总是与他多说两句。你见了便记恨上他，时不时就去找他麻烦。可越是这样，我便越是护着姜氏，与姜氏越走越近。哎呀，撒娇的女人啊，最好命。你变了性情，我虽不能理解你说的现代，但我还是把你当成我的妻子，只是换了个性情罢了。可现在的你，让我不得不重新看待我们的感情。哎，你别想多了，你即便是不重新看待也没问题的。许多事情变了，又怎么能不重新对待呢？因为江北那件事情，赵王对姜氏整日闹脾气，姜氏积郁成疾，所以我才会将她接入宫中，也算是救下一条性命。你可理解我？
那你到底是喜欢姜氏呢，还是喜欢姜氏呢？鹏鹏，你是真听不懂，还是在装糊涂？哎呀，我说皇上啊，我熬了5个通宵没睡觉给你绣荷包啊，我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困，我没有什么精力说一些你不爱听的话了。我想听，你但说无妨。好吧，你说的这些我都太明白了，你无非就是想跟我解释，不管你是见异思迁，重新对我产生了兴趣，还是迫于形势所迫舍弃了姜氏，你都是迫于无奈。鹏鹏，你这样想，唉，怪只怪你从来没有在一个对的时间爱上过一个对的人。自从上次在江北大营你设计杀害我之后，我就恨上了你，对你恨之入骨，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。但你又是如何看开的？对一个人还有希望，就会有恨，而我对你的恨早已消失殆尽了。我们打个赌，你敢吗？哎呀，赌就赌，赌什么？赌我能护你一世周全。若我赢了，你便要对我一心一意，陪我共赏这万里江山。我的肚子呢？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呢？我的肚子，肚子，我的肚子！娘娘，你怎么满头大汗啊？我刚才梦见我肚子没了，虽然平时我一直没把这孩子当回事，但是梦里发现我肚子没有的时候，感觉就像被人拿去的左右手一样，痛苦极了。没想到时间久了，这肚子里的孩子早就成了我的一部分了。您放心，孩子一定会平安健康的生下来的。宝贝儿，我心里有些害怕，我肚子里这个孩子将来很可能是要做皇帝的，但是九王也是要做皇帝的。这个问题都是因为我一直在逃避怀孕这件事情，从来没有想起过。没想到我居然也有今天。正所谓骨肉之气，血浓于水，无论如何我都要保护好我自己的孩子。过几天我就冒险去求求九王。皇后娘娘，臣感激娘娘不嫌扬言顽劣，让这不孝子能攀上张家如此之好的姻缘。不用客气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次我把大家聚在一起，是要商量云溪的要事。现在军中3足鼎立，我张家最大，剩下的便是杨将军和齐胜的心腹贺家了。从即日起，杨家和张家也算是一家了。我瞧着皇上最近去议事厅的频率，恐怕要对云溪下手了。现在我们张杨2家联姻，皇上无论动哪一家，都要好好的想想了。臣还是料不定，这皇上究竟会派哪一方的兵啊？齐胜最会派的就是我张家的兵，因为张家的兵带兵南下，便可大大削弱张家的兵权。而杨将军与九王的关系，齐胜应该一清二楚。为避免九王在云溪界战乱起义，恐怕是不会派杨将军去云溪的。娘娘果然雄才伟略，与寻常女子不同，令老臣佩服啊！现在我们就等齐胜先有动静，看他有何意图，再借机生变。哎，你们可收准了啊！你们计划变不变我不管，我那媳妇儿可不能给我换了。你九王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这是作何呀？本来你我2人结盟是为了自保，现在多出一个孩子来，恐怕咱们心里都不踏实吧。为何说出这等话？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我对他有了感情，不得不为了他感到担心。本来齐胜一死，你一定是皇位的不二人选，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志向。但是现在看来，他会成为你的眼中钉，肉中刺吧。娘娘，
娘竟出此言，怕还是不了解我对你的心意。为了腹中的胎儿，我冒不起一丁点儿的风险。如何才会让你放宽心？放弃皇位的要求是过分了些，但是为了孩子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不管我是当爹还是当妈，我都要为他负责任。他如果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应了你。此话当真？我做此牺牲，只希望你永不负我。